美国国务院今宣布通过今年第二批2项的对台军售，总价值大概是台票138亿。这内容有包含飞弹，也有后勤支援等内容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月伫咧抵抗活动就讲到，美国会根据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自我防卫，也讲中国对2016年开始就一直咧恐吓台湾，想要改变台海现状。 美国国务院29批准上新2笔对台军售案，总价值拢总138亿台票。第一件是当提供各州 CM-3数分发装甲车使用的30公里机炮弹药，包含高步燃烧夜光弹、多功能弹、训练弹。第二件是后勤支援轮式车辆、武器甲零件等，预定1个月后正式有效。 增强台湾的不对称战力，这是精准弹药优先，同时快速的增加台湾的相关武器装备的库存，来避免就是说，在战时的话，可能比较难补给。专家指出，弹药等后勤补给的军售有助强化台湾在战时的韧性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声明，美国就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立场，因应北京为2016年开始一直挑战台海现状的行为。 Military operations, deployment of forces, the exercises, missile tests, etc. Sure. We've seen that in the economic coercion exerted against Taiwan. All of this is a stirring of the pot that is antithetical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status quo. 布林肯指出，压制中国无符合美国的利益，希望美中找到和平共存的方式。中国7月初1开始实施拄颁布的对外关系法，互人认为北京当局是要反制美国以及西方的威胁，也加高科技产业的制裁。有学者指出，中国会更加输国。We are headed into a sensitive period, given the Taiwan presidential election. I think it's incumbent upon all parties to act responsibly. 国务院亚太总卿康达提醒，台湾总统大选伫要到啊，两岸政治局势愈来愈敏感。咱前参谋总长李喜明认为，总统大选无论倒一个参选人选赢，都无法度改变北京的统一目标。呼吁台湾应该积极备战，建立全志愿国土防卫部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